彰化市的成功里，伫4月底開始呢，都有真濟隻貓仔是安尼接煞死亡。里長講，這貓仔攏無明顯的外傷，也毋過因的喙角也閣有尻川口出血，所以懷疑哪像就是互人甲偷死的。東豐所是表示講，目前是當咧檢驗這貓仔的屍體，嘛甲相關的事情移送偵辦。一隻柑仔色的貓仔，就安尼摕佇家備廳門口，過無偌久就無開啊。彰化市成功里這個月初，有民眾發現一隻死去的貓仔，因為無外傷，但是喙角甲尻川口攏有出血，哪像是互人偷死的。趕緊通報里長，才發現這附近最近已經有2隻貓仔死亡。熟客還跟我講說：“姐姐，你們椅子底下有貓咪躺在那裡。”然後我衝出來的第一時間點，它已經不動了，就是在那張椅子的那個位置。為了4月28開始就發現講幾多隻貓仔吼連續通報講有死亡的情形，啊尾啊上尾一隻5月1號的時陣，我就感覺講這件代志足奇怪，是毋是有人有咧偷貓仔是安怎？在地里長表示，為4月28開始，陸續有民眾通報里內發現死貓仔，加起來上無有10隻，而且攏參5月初1發現的這隻貓仔同款，哪像是互人偷死的。目前5月初1死亡的貓仔已經通報東豐所處理，等咧檢驗是毋是有毒藥反應。本所將貓隻屍體帶回解剖，並送請農業部獸醫研究所進行檢驗，以釐清是否有毒物反應。目前報告尚未出爐。由於本案已涉及刑事責任，本所已將相關事證移送警察局彰化分局偵辦。東豐所表示，若使用藥物致使這隻動物死亡，而且情節嚴重，依照動保法上懸會當罰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而且罰50至500萬的罰金。這案目前已經移送警察局偵辦。那附近民眾是表示，向死遮濟貓仔，大家攏心驚驚，希望相關單位會當趕緊查明原因。記者楊淑晴，彰化報道。